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里伊来睡觉啊，来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听。麻花糖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铁板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文溪，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站文溪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米烧鸡卤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台语文学开心花，咱的故事探万地。欢迎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期节目。讲到便所，超过5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拢对较早的西巷仔有印象才对。50几年前的台湾，现代式的抽水马桶还阁真新，通常伫市内才看会到。庄脚所在，多数拢还阁咧用传统式的西巷仔来解决大便这件人生大代志。今仔日，咱要邀请空中好朋友，回去50年前，搁再一届来回想西巷仔的气味。欢迎收听阿胜先生的作品。便所的故事。今年休热，台北表小弟带规家伙仔来南部佚佗。做表兄的我，当然招待因来厝邻食青草兼泡茶开讲。阿兄，你敢会记得我国小时阵嘛有来南部佚佗呢？对啊，嘛是休热呢。即马这附近真发展呢。当然是无比过去啦。爸爸，我甲你讲哦，这时阵拄则对便所出来卫生啊，换过来表小弟的耳孔边咧讲细声话。表小弟听了后感觉爱笑，我问讲。甲爸爸生奶哦？毋是啦，伊是讲无免治马桶，还爱家己切尻川啦。卫生啊，这个情形，互我想起迄当表小弟来南部休热的笑亏代志。伫咧我细汉的时阵，阮家附近规条路拢是田园，大家毋是住土角厝，就是住庄仔厝，厝埕真空阔，生活是自在佮快活。迄一当，台北阿姑表小弟来阮家耍，食饭饱了后，我做阿兄带伊去庄内弄弄洗。阿兄，我想要放屎。好啊，就到我边啊，遐就好啊啦。世界黑白放屎了，足无卫生的呢。哎哟，阮爸讲囡仔人凊彩放无要紧啊。好啦，你叫我滴水甲我面烫裤，人会看到。袂啦，我会甲你顾掉的啦。
毋是啦，鱼啊4箍连长拢无位，我放袂出来啦。啊无，我带你去猪条迄边放。阮两个人就行过猪条，伊找到一个好位置，才敢将裤脱落来。才无人看，我甲你顾咧啦。表小弟面青草草，真勉强的感觉。我徛伫边仔等真久，伊也是有话讲。阿兄，这足臭的呢，啊你搁甲我紧紧看，我哪放会出来？我只好行去外口，过一时啊，我就话讲好啊袂。话过了摆，表小弟靠揽起来，用苦过面的表情甲我讲：放袂出来，毋过赛只尻川啊啦。我惊时间袂赴，赶紧救伊一路走到国校。伊紧紧装入去便所，我伫门口哮喘一困。伊才大粒汗细粒汗行出来，问一堆我毋知影要安怎回答的问题。阿兄，是安怎便所内底无水箱啊？阿兄，是安怎下底有足侪白细只虫一直扫？阿兄，是安怎四界乌白放屎了，警察毋管？啊，警察的囝嘛，甲咱同款啊。想袂到，伊亲像学校的纠察队同款，真歹声扫，讲：哼，转去大白条后，我要报告老师，叫老师来抓警察。我听了性地嘛压起来。警察较真平，树龙变伟大，袂使了。啥人讲的？校长会当管老师，老师会当管警察。真平甲树龙甲总统白大，毋是甲警察白大啦。哼！我毋爱插你啊啦！等我一个，我毋知影路，等我一个啦。讲起来嘛，袂使怪阮表小弟搞怪，因为较早庄脚卫生环境较实歹。阮兜无去便所间啊，厝内囡仔人无限济，水沟、壁角、甘蔗田，甲任何会当跍落来的所在，拢总是便所，啊嘛真自在。大人因讲较好听是住套房，其实嘛是用花布梨啊围伫房间的壁角，内面都是屎桶甲尿桶。关系今仔日的主题，若是要讲较详细的，一定嘛都会讲到古早卫生纸的代志。较早庄脚的卫生纸真罕利用，大小便了后，拢是用滴味啊，也是黄麻骨啊，灰灰的就准拄煞。毋过学校的老师伫健康教育，拢会教讲，小朋友，咱要注意卫生，所以来学校读册爱穿鞋啊，爱扎手巾啊，卫生纸，唔通随地大小便。老师咧教，我拢有咧听。转去就甲妈妈讲：妈，老师讲去读册爱穿鞋啊呢。你无遐尔好命啦。安尼哦，啊卫生纸咧？老师讲要检查，去便所通好用。用卫生纸拭尻川足拍算，钱歹趁呢。若是要检查，我买一寡互你就好啊。过正几落摆，妈妈才买卫生纸，互我早去学校，互老师检查。阿爸看到一直念讲无采钱。你真讨债呢，拭尻川就用滴味仔就好，用甲卫生纸。啊，人老师讲用滴味仔会生痔疮啦。我一直想无是安怎老师教的，甲阿爸阿母讲的拢总无相共。不过拭尻川我也是甘愿用滴味仔，要来卫生纸就早去学校互老师检查就好。阮一班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拢甲我同款，落尾
老师嘛无爱阮搁买卫生纸咯。一直到了国校3年级的时阵，阿爸甲二姐才做伙出钱起一间便所。落成迄天，阮规个狗囡仔烧钱要第一个使用。踮伫边啊，已经读高中的六姐，甲阮护走，呛讲当然是伊排第一。阮即群细汉囡仔只好着掂掂，看伊摇摆行入去迄间新的便所。啥货啊？哪会安尼？六姐气噗噗撞出来，话讲：一定是迄个偷水师啊！我要来去找算账。原来新便所已经有人偷用过啊！阮即群狗囡仔答辩着黑白讲：将伊掠来食屎，甲伊掠来灌屎啦，就亲像咧灌大肠烟肠共款。好，将伊掠来灌屎，亲像咧灌烟肠。六姐哪讲哪行向路顶去咯。暗头啊，阿爸甲二姐听到嘛咧议论，敢有影是涂水师创的？管遐尼济啊！这新便所，阁有外口人来送黄金，是大家阁大利呢。六姐听了后，介唔愿。啥物黄金？新便所哪有外人信用的道理？我要甲涂水师仔掠来灌屎，害我无通放头一个。阿公听这个爱碰风、无爱读册的六姐咧大细声，性地嘛压起来。你食饭坐第一，放屎坐第一，是安怎英文敢若考27分尔呢？坐伫咧门口的五姐听到感觉好笑，应声讲：27分呢，有够厉害哦！这嘛算是第一等呢。姑兄，你咧鼓笑比无尾，你顶回数学毋是敢若考24分尔尔？饲甲恁食哦，啊毋是饭桶，就是屎桶、尿桶，无啥路用。就伫这款的气氛当中，阮家开始有便所通用，进入了新的生活方式。庄林的人嘛，慢慢啊，伫咧厝埕边咧起便所。我会记得伫国校5年级的迄一冬，阮庄内的村长换人做。伊主张讲爱注意环境的卫生。这是顶埔村办公室放送，请咱村民注意收听啊！下顺的尔吼，下暗7点，咱村民大会要来做这个卫生宣导。也嘛有真侪纪念品要分予咱村民，大家一定爱来啊！新的村长唔但出钱起了4栋公用便所，平常时啊骑脚踏车一家一户咧劝人起便所，也若看到囡仔人四界黑白放屎尿，就惊棍仔讲尻川。伊不时咧讲。咱人爱食饭，嘛爱放屎，所以起便所和食饭同款重要啊！迄阵开村民大会，伊一爬上台仔顶，就讲：下暗啊！下顺的了，我要甲大家讲的主题啊，就是便所就是生命，便所
为身家之本啊！这个会顺的呢。伊一讲就讲甲老长，嘛无咧管台下骹的村民敢有咧听。也毋过，我会记得伊讲会顺的呢，为着咱的这个健康甲卫生建议大家莫阁用竹梨也是黄麻膏花骹床因为安尼会破伤风啦。这个时阵，台骹就有人徛起来讲话咯。村长毋对呢，袂着破伤风，应该下西饭口糖才对呢。阮国校的一位老师听了毋对，阮也徛起来发言。应该是会西二村才对啦。就在大家一句来一句去的时阵，公所派来指导员看徛起来讲，我来向大家解释。根据了解，应该是会生流才合理。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到尾大家是议论纷纷。村长麦去举咧讲，会顺的呢，头前讲的拢总有可能毋过得到破伤风的机会上大。其实结果是啥物？台下骹的村民根本都无人咧注意，因为大家拢是为着纪念品才来。迄一摆村民大会赠送的纪念品真澎湃，卫生纸每一盒3包，樟脑丸2包，还佫有一支长病的褥仔。公所派来卫生员特别交代讲，脏褥仔是要入便所用的。阮阿母看到这支新褥仔，伊讲。这种褥仔遮尔好，用来洗便所足无彩的。从此以后，迄支长病的脏褥仔，就一直下伫阮兜的灶骹咧愈大鼎，无甲你骗，佫有影袂歹用呢。过2冬，拄着嘉南边缘的大地震，阮庄头附近拢介严重，庄顶的公共便所嘛去互摇倒去。救灾的工作过一段路了后，村长开始计划要重建公共便所。爱村民捐钱来起便所，大家手头按是要安怎才好？迄阵米菜肥料拢欠货。物资又阁贵，公共便所的重建经费目管无钱，毋知影要如何是好。好佳在隔壁庄一个好野人来阮庄参详。恁要起便所的钱，我来出啦。听起来是好代志，毋过村民犹原是议论纷纷。后少空的，对啊，做功德哦。村长为了公共便所，毋知影要如何是好，只好问较详细。安尼当然是真好啦，毋过你有啥物条件？真简单啦，水肥互我收1担啦。好安尼咱就照拼照行。多谢你啊。后来庄顶的人开会通过，半个月了后，便所就起好搁装新式的水箱，迄个好野人逐工派车来请水肥。听讲伊包办几个砖头的水肥，转一个手卖互鱼丸甲农家做肥，一桶25块银。这才是真正的细行变黄金哦。但是落尾有一摆放学，我看到伊甲村长咧冤家。是安怎？恁庄恁的水肥愈来愈少一个庄头的人会放偌济，就拢生成固定的这水肥一定有人来偷油去啦。这也袂当食，你莫乌白赖。一定有贼仔啦！你做村长的，爱来顾水肥啦。你若要乌白赖，要无咱来代人呀。要找代人就找代人，我才无咧惊咧。迄下晡，
派出所真闹热，一群人围咧门口，袂输咧看庙口搬戏。伊要乌白热啦，叫我爱去顾西学啊。恁即阵大细细这尔济，有食就有放，水肥收遮少，一定有人偷养去啦。是要偷养去煮饭，也是要起煮汤啦。我开成本起便所，煞收无肥，安尼落去，生理会了钱呢？迄个时阵也无人免养你啊。迄个阿舍气甲面拢歪歪去啊，伊一直细细念讲：大人啊，你叫村民加放歌，加放歌啦，拜托你啦！这边戏敢若也未搬完呢。几个月了后，政府大量配给农肥，肥料市价一日落，水肥卖无市，迄个好野人就无搁再派车来请水肥咯。细行啊，无请嘛袂使，村长搁甲伊找来理论，叫伊着爱照契约来行。村长啊，今啊水肥都无人要滴个。咱讲好诶，照品照行，你使安尼反起反倒。水肥袂食得，袂炖得，做无钱工啦。行，咱过来找大人讲。两个人又搁闹去到派出所，结果一直到我读初二顶学期，伊拢乖乖啊派车来清理水肥，一个月一摆，嘛算是有信用就对啦。六叔公有一摆伫路面拄到迄个好野人，还佫讲起这件代志。六叔啊，甲伊开讲：即马水肥敢好价？歹啦，无人要滴啊啦！敢佫爱甲阮装拍契约？我都无咧起笑3期个。水肥的黄金生理，随着时代豆豆仔咧改变。人的大汉，细汉仔的进步，一直到我读高中的时阵，参加乡公所的自强旅游活动，住伫台中市区的一间新的旅馆，第一摆看到抽水马桶这款的物件。安尼啊话，原来上先进的便所就是生做安尼哦。袂活，这种细学啊是要安怎办？无疑我乡亲大家看了稀奇，拢烧钱要用看卖咧。阮乡长看到局势真紧张，赶紧出来讲话。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一个排队，大家一定放会到新的西学啊马桶吼。一群人排甲落长，我排真久才轮到我。一总入去看到抽水马桶，心内有淡薄仔惊。好咧，佳仔，我有看过新闻介绍，知影上济，进来试看卖咧。毋过坐去你马桶面顶，踮规半步，嘛是踮袂出来。先啊，紧的啦，后壁阁有人咧等你的呢。先啊，你是食伤饱放较久哟。搁趁一个啦，凉面好啦。我踮甲规身躯大粒汗、细粒汗，嘛是无结果。迄步赛就等到暗时啊，大家拢无咧排队的时阵，我才寥寥啊甲处理出来。3天后，阮集团要退房上车的时阵，旅馆的头家娘走出来叫阮爱赔钱。恁啥物人甲我的马桶偌济甲断去，搁断做3过，迄足贵的呢！恁爱赔我？
老家娘啊，可能是别团的哦，毋是阮哦。迄要当我拄则换新的尔，你实在吼，哪有塑胶挂会坐甲长长去？你真奇怪呢。我咧想，可能是真侪人毋知影是用坐，所以规个人甲骹举起你马桶顶的塑胶壳啊，毋才会去转去。我甲阮表小弟拿泡茶拿开讲，卫生啊对这段趣味的过往，毋知影听有无？伊了准阮是咧讲白贼，这哪有可能？那会无可能，连卫生纸嘛无，七尻川都嘛用得味啊！好恶心！爸爸，你甲阿伯一直咧讲白贼吼，我要甲阮老师讲，叫恁罚听。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变数的故事》是由阿胜先生原作，王叶红编剧。剧中的人物：细汉的阿胜郑维艺演出；细汉的表小弟高囡仔詹信元演出；细汉的外甥仔高囡仔张武静演出；阿胜的老爸，也有阿胜的表小弟吴鸿生演出；老师苏映如演出。阿成的妈妈，也有乡亲洪淑芬演出；五叔啊，也有大汉的六叔啊，张家济演出；阿公甲乡长王团结演出；村长张志宏演出；阿成林瑞坤演出；高中时代的六叔啊，甲阿成陈一婷演出；乡亲张新春演出；台中李社的头家娘黄秀金演出；口伯赖家书演出。